哦，叶港保圣宫，阵容很庞大。哦，要走一整天也很辛苦呢。那小姐要走一整天也是很辛苦。拿牌子的小姐，她都是大学毕业的。还很年轻的，要走一整天的，从早上5点多就出发了，现在快7点了，晚上快7点了。这个花豆果，这个花豆果啦，来咱做公开，感谢您，你是刚来，你辛苦啦，咱观音庙嘛，拢有关，盐水港保圣宫。观音庙嘛，到底有您家己有啦，其他观音庙的比较。导演范天红、郑生先。哦，花豆果漂亮。现在等那个火车通过再过来。就在北路平交道的东边，北路通过，火车通过也很平缓。